2020年中東嘅火藥桶又一次被點燃，以色列同伊朗之間嘅空食同導彈對抗，每日都霸佔住新聞頭條。睇住今時今日呢兩個喺國際舞台上面水火不容，隨時會打大交嘅死敵，邊個會想到喺幾十年前，伊朗居然係美國喺中東最死心塌地最親密嘅盟友，直情好到好似住同一條酷帶一樣。嗰陣時嘅德黑蘭被叫做好多人口中嘅中東小巴黎。街頭嘅後生仔女住住最時髦嘅歐美3號，聽住搖緊樂，好萊塢電影同步上映。美國最先進嘅戰鬥機，直情係由得伊朗優先揀。一個以前將美國當成座上客，連國王都要靠美國撐腰嘅國家，究竟經歷咗啲乜嘢，先至會喺短短幾十年間變成今日呢個將美國叫做大魔王，不惜一切代價都要對抗到底嘅伊斯蘭共和國？呢場地緣政治嘅世紀恩怨，絕對無係一朝一夕造成嘅，佢嘅根源深埋喺一段充滿咗背叛、竊油、財富同埋信仰嘅歷史入面。要聽明呢段故事，我哋要將時間嘅指針撥返去20世紀初期，當時嘅伊朗仲叫做波斯，雖然有住令人羨慕嘅悠久文明，但係喺近代就淪為英國同俄國兩大列強爭奪利益嘅肥肉。就喺呢個時候，一個改變伊朗命運嘅資源被發現咗，嗰樣嘢就係石油。1908年，英國人喺伊朗西南部發現咗大量石油，呢樣本來係容易發達嘅天賜財富，皆國反而變成了苦難嘅開始。英國人成立咗英伊石油公司，攞走咗90%以上嘅石油利潤，伊朗人自己反而分得雞碎咁多，甚至連去油田打工嘅本地工人待遇都打過集中營。這種極度無公平嘅掠奪，令到伊朗人心入面把火越燒越旺。去到1951年，伊朗歷史上出現咗一位傳奇首相，叫做莫薩泰。呢位老人家做嘢非常有吉事，一上台就順應民意，宣布將全伊朗嘅石油資源國有化，將英國人趕走。呢個舉動全伊朗上下拍手稱快，但係就直接踩中咗英國人嘅條尾。英國人即刻封鎖伊朗嘅石油出口，搞到伊朗經濟大受打擊。但係單憑英國自己，當時已經好難完全搞掂莫薩台。於是英國人就去應美國幫手，同美國講，如果由得莫薩台咁樣搞落去，伊朗隨時會投靠隔籬嘅蘇聯，到時中東就晚眠。當時正值冷戰時期，美國最驚嘅就係共產主義擴張。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聯同英國軍情六處，策劃咗一場代號叫做阿賈克斯行動嘅軍事政變。佢哋用錢買通流氓喺條街度搞事，製造混亂，最後出動軍隊推翻咗深得民心嘅莫薩台，重新扶持親美的年輕國王，也就是巴洛維國王，全名叫做穆罕默德里薩巴洛維。呢一場政變雖然幫美國確保咗石油利益，亦都成功令到伊朗完全倒向西方，但係佢同時喺伊朗人心入面種下咗一粒對美國極度仇恨嘅種子，因為伊朗人睇得清清楚楚，美國口口聲聲講民主自由，但係迷咗自己嘅利益，可以隨手摧毀伊朗人自己選出嚟嘅合法政府。重掌大權嘅巴洛維國王當時只有34歲，個人意氣風發，佢有一個非常宏大嘅夢想，就係要用最快嘅速度將伊朗推入現代化國家嘅行列，重現當年波斯帝國嘅輝煌。為咗實現呢個夢想，巴洛維喺1963年推行咗一場轟轟烈烈嘅改革，歷史上叫做白色革命。呢場改革嘅核心內容包括土地改革，將森林同水源國有化，出售國營工廠嘅股份俾工人，給予女性投票權同參政權，仲有喺鄉村大力推行掃盲運動。從表面上睇，呢些政策全部都係進步而且充滿現代化色彩嘅。國王仲攞住大把嘅石油美金，喺德黑蘭大興土木，起高速公路、摩天大樓、現代化醫院同大學。嗰陣時嘅德黑蘭市中心，街頭開滿咗高檔嘅法國餐廳、英式古巴同精品包包專賣店。德黑蘭大學嘅女大學生可以無戴頭巾，着住短裙喺校園度行嚟行去，同男朋友自由戀愛。喺外國人眼中，伊朗簡直係中東最耀眼嘅一顆明珠。國王亦都成為西方媒體眼中開明、進步嘅君主典範。但係呢個繁華嘅泡沫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個巨大嘅社會撕裂。
巴洛維國王嘅土地改革雖然出發點好，但係執行起來錯漏百出。原本期望可以令到農民有自己嘅地，結果大部分土地落入咗權貴手中，普通農民分到嘅地太係根本維持無到生計。加上政府將資源集中喺城市，導致大批破產嘅農民湧入城市。呢些人無學歷、無技術，去到德黑蘭之後，只能夠住喺邊緣嘅貧民窟入面，做最底層嘅苦力。結果白色革命冇令到個個發達，反而創造出一個極端嘅貧富懸殊。一邊係維有住皇室嘅權貴階層，佢哋靠住石油利益賺到盤滿缽滿，喺別墅入面開香檳、開派對，過住完全西方化嘅奢華生活。另一邊係佔咗人口大多數嘅基層市民同農民，佢哋連飽飯都冇得食，眼睜睜睇住物價飛漲，房租貴到離譜。對那些底層人民來講，國王嘴裏講的現代化，只不過是有錢人的金錢遊戲，與自己完全無關。除咗經濟上嘅矛盾，巴洛維國王嘅改革，仲徹底得罪咗伊朗社會入面兩股最強大嘅傳統力量，一組係大商人階層，另一組就係什葉派嘅伊斯蘭神職人員，也就是大家成日聽到嘅烏利馬。伊朗傳統上係一個深具宗教色彩嘅社會，幾百年嚟，清真寺同班神職人員無單止掌控住人民嘅精神生活，仲擁有大量嘅土地同財產，喺民間威望極高。國王推行嘅土地改革，直接沒收咗清真寺嘅大量地產，而國王大力推行嘅全盤西方化，更被保守嘅神職人員視為是對伊斯蘭傳統信仰嘅公然背叛。喺呢些反對國王嘅聲浪當中，有一個人嘅聲音特別響亮，呢個人就係故事嘅另一個主角，叫做高美尼。高美尼當時已經係一位60幾歲嘅資深宗教學者，佢個人作風極度嚴謹，生活清苦，喺民間有好高嘅威望。高美尼非常看不過眼巴雷維國王嘅所作所為，佢開始喺聖城父母嘅清真寺度公開演講，痛罵巴洛維國王係美國嘅走狗，以色列嘅幫兇，話佢出賣咗伊朗嘅石油同尊嚴，正在摧毀伊斯蘭教嘅根基。高美尼嘅演講直指人心，講中咗無數底層老百姓心入面嘅怨氣。1963年，因為高美尼的激烈言論，巴洛維國王下令將他逮捕。呢個舉動即刻引發咗全伊朗多個城市嘅大規模暴動，國王出動軍隊血腥鎮壓，死咗好多人。到咗1964年，國王覺得留住高美尼喺國內始終係個計時炸彈，於是決定將佢驅逐出境。高美尼開始咗長達10幾年嘅流亡生涯，佢先去咗土耳其，再去咗伊拉克，最後去咗法國巴黎。但係國王以為將人趕走就可以安枕無憂，呢個諗法未免太天真。高美尼雖然身在海外，但係佢對伊朗國內嘅影響力不單止冇減弱，反而越來越大。佢喺巴黎嘅小別墅入面，定期將自己嘅反國王演講錄成一盒盒嘅錄音帶，然後通過秘密管道偷運返伊朗。喺嗰個未有互聯網嘅年代，呢些錄音帶喺伊朗嘅各大清真寺、巴扎集市入面瘋狂複製同流傳。無數喺生活入面感到絕望、對現實極度不滿嘅伊朗人，每逢星期五就會聚集喺清真寺，塞住個耳仔，聽高美尼那把充滿威嚴、痛斥現實的聲音。高美尼喺錄音帶入面應承大家，只要推翻國王，建立一個純潔嘅伊斯蘭政府，石油利益就會平分給每一個人，大家有免費住宅、免費醫療、免費交通。呢個承諾對水深火熱嘅底層人民來講，簡直就是救世主降臨。與此同時，身處權力頂峰嘅巴洛維國王，自我膨脹到咗一個完全同現實脫節嘅地步。1911年，國王為咗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年，喺歷史名城波斯波利斯舉行了一場歷史上最奢華嘅世紀派對。佢耗資超過1億美元，喺荒漠之中用真絲帳篷搭起了一座奢華嘅綠洲城市。佢邀請咗全世界幾十位國家元首、國王、王儲同總統，所有食物都係直接由巴黎極品餐廳用飛機空運過去，香檳、魚子醬源源不絕。國王想向全世界展示伊朗嘅強大同富有，但係呢場派對徹底激怒咗伊朗普通老百姓。當權貴們喺帳篷入面痛飲美酒嘅時候，
幾公里之外嘅伊朗農村，無數細路仲因為營養不良而捱餓。呢場派對成為咗巴略維國王腐敗同拖離群眾嘅最大罪證。為咗壓制國內越來越強烈嘅反對聲音，巴略維國王建立了一個非常恐怖嘅秘密警察組織，叫做薩馬克。薩馬克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同以色列莫薩德一手培訓出來，做嘢手段極度殘暴。佢哋喺伊朗全國多滿獻人，無論係大學教授、普通工人定係主婦，只要邊個講咗一句對國王不敬嘅說話，第二日就可能神秘失蹤。喺薩馬克嘅監獄入面，充斥住各種慘無人道嘅酷刑，包括電擊、白指甲、烙鐵等等。這種特務統治雖然表面上壓制咗反抗，但係實際上令到成個社會變成了一個隨時會爆炸嘅高壓國。每個人心入面都累積住極大嘅恐懼同憤怒。歷史嘅轉折點出現喺1977年，當時美國換咗新總統哈特。哈特上台之後大力倡導人權外交。哈特同巴略維國王講：如果你想繼續攞到美國嘅軍事援助，你就必須改善你國內嘅人權狀況，放寬對反對派嘅打壓。巴略維國王無奈之下，唯有稍微放鬆咗對社會嘅控制，允許一定程度嘅言論自由，亦都釋放咗一部分政治犯。點知呢個原本想挽華矛盾嘅缺口，即刻變成咗決堤嘅虹口。原本被高壓政策壓到無敢出聲嘅民眾，發現政府好似無敢再好似以前咁隨便殺人，於是紛紛行上街頭。1918年1月，德希蘭一家官方報紙發表了一篇惡意中傷高美尼的文章，話佢係英國特務，生活不檢點。呢篇文章點燃咗火藥桶，聖城父母嘅宗教學生首先發起抗議遊行，結果遭到軍警開槍鎮壓，死咗幾個人。根據什葉派嘅傳統，人死咗之後嘅第40日要舉行悼念儀式。到了第40日，另一個城市大不萊士嘅民眾發起大規模悼念遊行，結果又遭到鎮壓，又死咗人。於是另一個40日之後，反抗運動蔓延到更多城市。這種40日一輪迴嘅抗議模式，好似滾雪球一樣，喺1978年全年越滾越大，演變成全伊朗各行各業嘅大罷工。到了下半年，連伊朗經紀嘅命脈，也就是石油工人，都加入了大罷工，整個國家嘅經濟陷入癱瘓。面對鋪天蓋地的抗議浪潮，此時的巴略維國王卻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猶豫不決。佢一方面無想徹底得罪美國嘅卡特政府，想維持自己開明君主嘅形象；另一方面，佢當時其實已經患上咗嚴重的淋巴癌，身體同精神狀況都非常差。佢一會兒下令嚴厲鎮壓，例如在1978年9月8日嘅黑色星期五，軍隊喺德黑蘭廣場向幾萬名示威群眾開槍，造成幾百甚至上千人死亡。一會兒佢又出嚟發表電視講話，流住眼淚同國民講：我聽到你哋革命嘅聲音啦，我承諾會改正錯誤。這種一硬一軟、毫無章法嘅應對，徹底暴露咗皇室嘅虛弱，令到示威群眾更加無所畏懼。到了1978年年底，全伊朗已經有幾百萬人行上街頭，佢哋高呼住同一個口號，就是國王必須走，高美尼必須返嚟。此時嘅巴略維國王知道大勢已去，全軍上下嘅士氣已經徹底崩壞，好多士兵甚至拒絕向同胞開槍，紛紛調轉槍頭加入革命。1919年1月16日，巴略維國王帶着眼淚，最後一次望了一眼德黑蘭，登上了飛往海外的飛機，對外宣布是去出國度假。但是每個人都知道巴略維王朝已經徹底終結。半個月之後，1979年2月1日，一架來自法國巴黎嘅特別包機降落喺德黑蘭梅克拉巴德機場。當高美尼身穿黑色長袍踏出機艙嘅一瞬間，整個德黑蘭陷入了瘋狂。據估計，當天有超過3萬人湧上街頭迎接佢，場面震撼到無法用言語形容。假為流亡海外14年嘅77歲老人家，正式成為咗全伊朗嘅最高主宰。革命雖然成功咗，但係當時參與革命嘅人成分其實非常複雜，入面不單只有高美尼代表嘅宗教保守派，仲有大批受過西方教育嘅知識分子、左翼青年、民族主義者同埋普通工人。
大家都以為推翻咗特裁嘅國王，迎接大家嘅會是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嘅新伊朗。但係高美尼展現出了極其高超而且殘酷嘅政治手腕，佢利用自己喺底層群眾中無與倫比嘅神聖威望，迅速邊緣化、清洗咗其他世俗派同左翼嘅革命盟友。1979年4月，伊朗舉行全民公投，正式成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高美尼成為了終身制嘅最高領袖，擁有對國家所有重大事務嘅絕對否決權。新政權建立之後，德黑蘭嘅街頭發生了翻天覆地嘅變化。以前滿街嘅酒吧、戲園被關閉，流行音樂被禁止，所有女性無論宗教信仰，一律必須戴上黑色頭巾，着上長袍，否則就會被新成立的道德警察逮捕。那些曾經跟隨國王的官員、將領、薩馬克特務遭到了大規模的秘密審判和處決。不過去到呢個時候，伊朗雖然變成咗一個神權國家，但係佢同美國嘅關係其實仲未行到完全決裂嘅死胡同。高美尼雖然成日怒美國，但係新成立嘅伊朗臨時政府入面，仲有好多世俗派嘅溫和官員，佢哋知道伊朗嘅軍隊裝備全都是美式的，國家運作亦都離不開美國嘅技術，所以企圖同美國維持一種務實嘅外交關係。而美國卡特政府當時亦都好頭痛，想盡量同新政團搞好關係，避免伊朗完全搞向蘇聯，真正將美伊關係推向萬劫不復深淵的，是一件震驚世紀的突發事件。1979年10月，流亡海外、到處碰壁嘅巴略維國王，因為癌症病情嚴重惡化，需要前往美國紐腰治病。卡特總統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答應咗國王入境。呢個消息傳為德黑蘭，立刻喺伊朗國內引發咗一場政治地震。對於無數經歷過1953年美國政變嘅伊朗人來講，呢個畫面太熟悉啦。當年國王亦都係逃亡海外，最後靠住美國中央情報局嘅秘密政變成功復辟。依家美國又收留國王，係咪又想歷史重演，策劃另一場政變來推翻新嘅伊斯蘭政權？激進嘅伊朗大學生被咗中集體恐懼同憤怒徹底點燃。1979年11月4日，幾百名自聽是跟隨領袖陸憲嘅學生，衝破咗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嘅鐵絲網，佔領了整座大使館，並且將使館入面的50幾名美國外交官同工作人員扣為人質。呢個就是震驚世界嘅伊朗人質危機。呢班學生最初嘅要求非常簡單，就是美國必須交出巴略維國王，俾伊朗人民對佢進行公開審判，並且歸還國王喺海外嘅巨額財產。面對呢種嚴重違反國際法嘅野蠻行為，高美尼最初其實並無知情，但係當佢睇到這件事激發出全伊朗人民排山倒海般嘅反美狂熱時，呢位政治大師意義到，助以一個鞏固神權統治、徹底清除國內溫和派的絕佳階位。高美尼公開發表講話，高度讚揚學生嘅行為，聽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根本無係外交機構，而是一個針對伊朗嘅間諜巢穴。高美尼嘅表態令到這場人質危機變成了一場政治拉鋸戰。原本想通過談判治國問題的伊朗溫和派首相巴扎爾金，因為發現自己完全無權控制局面，無奈之下宣布辭職。世俗溫和派勢力從此徹底退出了伊朗嘅權力核心。遠喺華盛頓嘅卡特總統承受着巨大嘅國內壓力，堂堂一個世界超級大國，自己嘅外交官喺全世界面前被綁架，受盡黑辱。電視畫面上每日都播放着美國國旗被伊朗人焚燒，外交官被蒙上雙眼嘅畫面。美國即刻宣布凍結伊朗喺美國嘅所有資產，實施嚴厲嘅經濟制裁。1980年4月，哈特總統忍無可忍，下令執行一場代號叫做鷹爪行動的秘密營救計劃。美國派出精銳嘅特種部隊，乘坐直升機企圖以勢德黑蘭營救人質。點知呢場行動遭遇咗歷史性嘅災難，美軍直升機喺伊朗嘅荒漠入面遭遇咗罕見嘅沙塵暴，導致導航失靈。其中一架直升機仲撞上咗一架原油機，引發大爆炸，造成8名美軍特種兵當場死亡，行動被迫取消。美軍甚至連遇難士兵嘅遺體同殘骸都來無及帶走。第二日，
伊朗政府將美軍留下的直升機殘骸同士兵遺體擺在電視畫面上向全世界展示。高美尼發表講話，話呢個是真主降下嘅神蹟，用沙塵暴懲罰咗傲慢嘅美國人。這場慘敗令到美國嘅國家威信跌到谷底。哈特總統亦都因為呢場人質危機，徹底輸咗1980年嘅美國總統大選。呢場人質危機整整持續咗444日。直到1981年1月20日，就在哈特總統卸任，新總統黎根發表完就職演說嘅幾分鐘之後，伊朗才正式釋放咗所有美國人質。雖然人質最後平安返家，但係美伊兩國之間嘅信任已經被徹底粉碎。美國從此將伊朗視為支持恐怖主義嘅流亡國家，而伊朗則將美國定性為壓迫全世界弱小民族嘅大魔王。就喺人質危機如火如荼嘅時候，另一個地緣政治嘅災難又降臨喺伊朗頭上。1980年9月，隔離伊拉克嘅獨裁者海珊睇準咗伊朗剛剛經歷革命，軍在內部清洗混亂，又同美國徹底鬧翻，孤立無援嘅黃金機會，出動大軍悍然入侵伊朗，企圖搶奪伊朗富含石油嘅胡齊斯灘省。兩國爆發咗長達8年嘅兩伊戰爭。喺呢場慘烈嘅戰爭入面，為了防止高美尼嘅伊斯蘭革命蔓延到整個中東，危害到西方嘅洩油通道，美國採取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嘅策略，全面倒向伊拉克。美國不單止向海珊提供詳細嘅軍事衛星情報，協助伊拉克軍隊對付伊朗，甚至連海珊在戰場上大規模使用化學武器對付伊朗士兵同平民嘅時候，美國都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更甚者，美國仲聯同西方盟友喺國際上對伊朗實施咗全面嘅武器禁運，連戰鬥機嘅零件都冇買俾伊朗。兩伊戰爭打得極度血腥，雙方傷亡超過100萬人。伊朗喺武器裝備嚴重落後嘅情況下，靠住高美尼強大嘅宗教動員能力，組織咗成千上萬嘅10幾歲後生仔，甚至係路，組成伊斯蘭革命畏罪嘅志願軍，胸前掛住一把號稱可以打開天堂大門嘅塑膠鎖匙，用肉身去衝鋒，衝進泥區幫正規軍開路。這種慘烈嘅戰爭經歷，讓整整一代伊朗人親身體會到西方世界嘅冷酷同不公，更加深咗佢哋對美國嘅刻骨仇恨。去到1988年戰爭接近尾聲嘅時候，美伊兩國甚至喺波斯灣直接發生了軍事衝突。1988年7月3日，美國海軍嘅巡洋艦文森斯號在波斯灣執行任務時，誤將一架正常飛往杜拜嘅伊朗民航655號客機當成是正要發動攻擊嘅伊朗 F-14戰鬥機。美軍發射了2枚飛彈，將這架客機在空中炸毀，機上290名乘客同機組人員，包括66名兒童，全部不幸遇難。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拒絕承認錯誤。當時的副總統魯布希甚至公開講：我永遠無會為美國做過嘅事道歉，我無在乎事實係點。這種極度傲慢嘅態度，令到伊朗上下舉國悲痛同憤怒。雖然美國後來在國際法庭上達成了和解，給予了賠償，但係這場空難在伊朗人心中，成為了美國草菅人命、冷血殘暴嘅最有力鐵證。1989年87歲嘅最高領袖高美尼因病去世，整個伊朗有900萬人為佢送葬。高美尼雖然走咗，但係佢留下嘅神權體制同反美意識形態，已經牢固地綁定喺伊朗嘅國家機器入面。接替佢成為最高領袖嘅哈梅內伊，直到今日依然牢牢掌控住大權。回顧這整段歷史，美伊兩國從蜜月期走向死敵嘅過程，每一步都充滿咗地緣政治嘅計算與歷史嘅悲劇。美國在1953年為了短期的洩油利益，用卑劣手段摧毀了伊朗的民主幼苗，扶持了一個不得人心嘅獨裁國王。雖然換來了20幾年嘅表面繁榮，卻親手播下咗反美狂熱嘅種子。而伊朗在推翻獨裁國王之後，卻在一場極端的宗教革命中，走進了另一個封閉嚴苛的神權世界。今時今日，當我哋睇到中東新聞裏那些關於空襲、飛彈、核武談判嘅激烈新聞時，我們要明白，呢些無單止係冷冰冰嘅政治博弈，而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兩個國家之間關於石油、背叛、尊嚴與信仰嘅恩怨總和。
呢場歷史嘅劇本到咗今日依然未完，而生活在兩大勢力夾縫中嘅普通中東百姓，依然喺為幾十年前呢些政客同野心家犯下嘅錯誤，默默承擔着沉重嘅代價。